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上凡由你選》第9集。非常感謝 YC146 Studio 的建議，以及24位觀眾的讚好支持，讓今天的主角城巴952舌戰順利誕生。如果你也想看到心儀的路線登場，記得留言建議，並為你支持的路線點讚啦！現在就讓我們一起走進952舌的前世今生，看看這條連接新界西與港島東的通勤利器、歷史與演變，從962系列到獨立成家。提到952舌，就不得不提它的前身962。昔日龐大身世，962於2018年1月8日正式開辦。它曾屬於全港擁有最多分支的巴士路線家族，共有13條路線的962系列。開辦背景，隨着屯門掃管笏一帶的私人屋苑相繼落成入伙，該區對外交通的需求與日俱增。由於掃管笏遠離鐵路站，居民出入高度依賴巴士和小巴。運輸署於2016至2017年度巴士路線計劃中，建議開辦962列線，以應付掃管笏至深井一帶居民往返港島東的通勤需要。改編952系，到了2022年7月25日，為了配合962系列路線分拆，城巴將主要途經青山公路的路線重新編為952系列，962亦在當天正式更改編號為952舌，行車路線則維持不變。服務詳情與行車路線：952舌自一條特快通勤專線，專為上班族而設，因此僅於星期1至5提供服務，星期6日及公眾假期停駛。一班次時間：上午往港島東由掃管笏開往太古康怡廣場，開出3班，7點12分、7點24分、7點36分。黃昏往新界西由鰂魚涌、新威園返回掃管笏，開出3班，下午5點45分、下午6點、下午6點15分。以主要途經小欖、大欖涌、青龍頭、深井、炮台山、北角、鰂魚涌。注意，回程往掃管笏方向會加停撥點炸街站。網絡優勢，除了直達港島東，乘客還可以善用屯門公路轉車站及西區海底隧道轉車站，在此兩大樞紐轉乘其他路線前往港九各區，令掃管笏一帶的巴士網絡覆蓋更臻完美。與鐵路作比較，如果選擇搭港鐵，居民要先乘搭港鐵巴士到屯門站，最快約20分鐘，再轉乘港鐵由屯門站前往太古站，約64分鐘。總車程雖然看似稍快，但沿途需要多次轉乘，上落排隊。號罷，車到了，祝各位旅途愉快。
體驗分享，一程直達的補眠之選。今天我們親自體驗952全程大約用了93分鐘。搭巴士雖然時間較長，但勝在一程過免卻轉乘之苦。在繁忙的早上，乘客可以安坐車廂內好好補眠休息，而且巴士的設站位置更貼近社區，比起港鐵無疑更加貼心便利。本集的內容就到此為止，再次感謝大家的收看。下集想看我們介紹哪一條路線？歡迎在下方留言建議。我們下集再見。